真侪人厝内会传的药啊、普拿疼，去年止痛类的药啊都已经起价。时阵佫宣布讲，主要用来治疗感冒的护目系列7款药啊，上济是要起20块。专家就预告，后一波可能这汉药类的卖对得起。今日去药房，柜台边都菜几排的感冒药啊。新冠疫情了后，民众对这种伫药房就会当买到的药啊需求增加。不过，上是因为成本一直称悬，药品普拿疼的代理商佫发出公告，旗下护目全系列的产品，总共7款拢总起价。当都涨嘛，所以还是因为整个营运的成本的一个提升，所以说厂商是不得不涨。所以在4月的时候，电价又要涨一波，那可能又有一些药品啊，或者一些其他的周边的产品也有可能会再涨。起价包括腹部加强錠、腹部无医定等7款11种，起伏差不多伫5%到6%，建议售价上济是增加20块。价数上悬的是腹部加强錠24粒的，对本地370块，即卖开390块才买得到。那有时候你不方便去医院看的话，就是买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对，那你如果有涨的话，真的是什么都涨，薪水没涨。会觉得有点压力，会考虑其他同成分的替代品。对。甚至唔拿普拿疼，药师点出对2024年开始，就确认所有药品一直在起价，包括中国酒含金12胃散，这罐内拢对150起到180，曼秀雷敦嘛对180起到230，到人参丸糖对60块起到75块。另外港香兰的热饮嘛对280变做320，而且起价唔是起到这尔，专家佫预告后一波有可能是中药成分的比白哥。目前涨价的都是一些还蛮日常会使用到的中药，比如说白术、当归、黄连，另外还有像酸枣仁，那根本就是已经价格居高不下很久，那它甚至就还在更攀升它的价格哦，从一台斤可能大概本来700多，到现在是变得要5、6千块去。面对什么物件拢起，医师药师嘛同款无奈，有药师提醒讲，若无一定要买什么品牌，会当经过药师的指示去买对应的指示药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